迎嚟到嘅，大家記得留言同埋訂閱啦。咪住先，設定大氣層撳個帽。我哋去獵戶座睇下先。咦？當被稱為獵戶座，再多次，當被稱為獵戶座。咦，讀得好好喎！我讀咯，我讀啦。好，我哋就先行返去熔岩大物齒輪星系。好，我哋行銀河系先。我哋劍魚座，讀畀我聽。再嚟多次，劍魚座，讀得好好喎。好，蜘蛛星雲，蜘蛛星雲。咦，讀得唔錯喎。我睇下咩嚟？蜘蛛星雲呢，有個星呢係粉紅色，呢個係黑色同紅色呢，好似嗰個松樹咁㗎，係咪嘅？睇清楚先，大家睇清楚。呢個時分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真係太好，真係讀得好好，唔錯。我哋想去邊呢？有啦嘢，開緊啦！我教你呢個行星，我哋教木星先。讀木星，木星，讀得好好。咁呢個木星有個大紅斑，大家睇下。大紅斑好好喎，大家睇20秒，20、19、18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我出去啦。好啦，記得訂閱啦，訂閱者嚟㗎啦。記住訂閱者。